陳沛良議員。多謝主席。主席，國家"十四五"規劃同埋"十五五"規劃建議均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深化內地與香港嘅創科合作。北部都會區係打造香港南金融北創科嘅新經濟佈局嘅關鍵，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更加係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嘅重要引擎。環顧內地唔同嘅地方，喺制度上拆牆鬆綁，克服傳統開發嘅行政瓶頸，設立專屬法例已經成為近年發展新區嘅新興發展模式。例如內地嘅海南自由貿易港法、上海浦東新區法規等。北部都會區作為一個橫跨20年、涉及不同產業、牽連香港未來發展嘅旗艦項目，我支持特區政府提出訂立加快發展北都專屬法例。相關立法構思係由主體法例作框架，再按需要訂立附屬法例。我相信呢一種彈性嘅立法模式係有助於因應返北都嘅動態發展，可以不斷檢視同埋喺有需要嘅時候靈活調整措施，用法律賦能發展。當前北都發展主要面臨嘅問題有權責分散衍生行政嘅衝突、開支龐大需要長遠融資、土地回收以及審批滯後等嘅問題。專屬法例有助簡化發展程序，就部分北都項目以全速推進。我期望政府可以盡快啟動諮詢程序，訂立法例。發展北都需要私人市場嘅積極參與先至成事。我希望當局喺北都專屬法例擬定嘅過程中，可以充分諮詢私人市場，積極採用公私營合作，例如建設經營移交嘅 BOT 模式，甚至係建設經營擁有嘅 BOO 模式。未來成立嘅各類產業園公司，喺確保政府掌握主導權嘅前提下，係咪一定要由政府全資擁有呢？可唔可以研究由政府掌握多數嘅控股權，其餘部分係允許私人市場參與，做到有為政府高效市場，兼顧行政效率同埋市場需求。主席，河套合作區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服務國家科技創新戰略係至關重要。喺一區兩園、一河兩岸嘅理念下，如果有足夠嘅法律同埋制度保障，可以有效促進不同要素跨境自由流通，結合香港上游嘅研發優勢同埋大灣區城市中下游完備嘅產業鏈支持，為創科產業發展提供強大嘅動能。深圳市去年年底通過咗專項法規《河套深圳園區條例》，實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嘅特殊監管模式，促進科研要素跨境便捷流動。例如允許符合條件嘅香港居民任職河套深圳法定機構，容許財政資金跨境支持香港園區科研項目，積極探索港人港法、港資港法等，明確深圳園區嘅發展定位同埋管理體制。對此，我建議北都專屬法例亦都可以對接河套深圳園區嘅條例，支持深港聯合科研同埋資金跨境使用，建立創新容錯嘅機制，增強內地要素向香港園區流動，令到香港成為內地創科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嘅首選出海跳板，實現雙向對立。至於同河套香港園區相鄰嘅新田科技城，有210公頃嘅創科用地，可以滿足唔同創科產業發展嘅空間需求。而新田科技城南面嘅牛潭尾新發展區，亦都預留咗約52公頃用地發展北都大學城。政府可以提供激勵政策，吸引唔同嘅科研領域嘅企業喺教育城附近進駐，加強與院校嘅協同發展，進一步推動產學研三方嘅合作，壯大本港嘅創科人才庫。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勇議員嘅原議案。